來看今仔透早，台北大橋埕碼頭有一個90外歲老大人哦，跋落水裡，佇個附近運動，一個20外歲少年人哦，隨跳落去要救人，結果2個人攏失蹤。這個老大人哦，即馬是已經找到，也毋過救無回來。目前哦是擱在找一個少年人。警消出動快艇河邊來回搜查，空襲機嘛詳細作業，鳥瞰河懷狀況，岸邊也派人戒備，因為大橋埕碼頭有人落落水。找要4點鐘，總算佇離碼頭差不多700公尺的所在，發現渡水的老大人，年歲差不多94歲，伊已經無性命的徵象，互人緊急送醫搶救嘛，已經無法度。不過搜救行動還未結束，因為案發當時有一位少年人嘛跳落水要救人，不過目前還未找到，伊的同行朋友是相當的着急。我沒有看到阿北下水，是旁邊的婆婆媽媽、長輩們。有男有女，他們說請我們過去幫忙。之後他有跟我說過，他想要去考救生員證，所以他當下要下水的時候，我沒有想太多，2到3分鐘就沒有看到人再起來了。失聯的24歲李姓男子，甲朋友食宵夜食煞，12天拍晡5點外來到大橋埕運動，聽到有老大人落落水，遂跳落去救人。不過伊才拄要甲人救上花煞，雄雄甲老人做伙沉落去。現在是退潮的情況下，但是因為上午的一整個時間都在漲潮，所以範圍我們還會鎖定在從大稻埕碼頭的落水點一直往上游的部分，先再做擴大搜尋，之後才會因為配合退潮再往下游方向。警消初步調查，這位老人一透早出門，家己行到大橋埕，軟過欄杆的空棚，行入管制區來落落水。不過案件發生的詳細原因，閣需要繼續偵辦和清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